書院新村路8號球衣黃一樂。接住落嚟，背號9號陳澤滿，10號球衣黃康康，25號何燕哲，55號何一朗。現場觀眾，俾啲掌聲，拔萃立書院。接住落嚟，佢哋嘅對手要出場啦！俾啲掌聲歡迎興華書院8號球衣鄭俊高，13號球衣何樂天，背號20號譚浩雲，33號陸以升，以及61號梁天樂。再一次俾啲掌聲，興華書院。好啦，接住落嚟到你哋去睇到我哋嘅比賽啦，一齊跟住節奏拍手拍到我哋開賽啦！嚟啦，現場觀眾一齊嚟啦！男子初級組決賽。10分鐘比賽時間。What time is it? It's the game time! All Hong Kong Inter-Secondary School Grade 3 Basketball Marathon Final. Girls Boys DBS.交個會嚟嘅製造機會，我個男仔進攻時間只係剩翻好少嘅啫。好，一個公平挑射 ，1 point。Offensive foul， 進攻違規，球權再次落入藍書院手上。踢波之後開始佢哋嘅攻勢啦，打翻出嚟，逼一逼，哇！犀利，再入1分，同樣都係自己上手神板啊！過嚟呢邊，哇！收到個波，呢邊歐兒攻翻過嚟啊！自己打入去，追住佢咬。射入即可以嚟嘅1分，只係開到賽分嚟鐘嘅啫。大人犯規，而家先波。呢個書院嘅球權。係一個講個違規啊，同埋仲有時間啊，只係5分嘅距離。check 呢個階段都好重要啊！我諗呢3嘅就係
歲林書院單手自己鏟籃，再攞1分。交翻嚟中間，試過2分。隊友搶到籃板靚波，右手單手勾手補中翻1分啊！咁啊，每一次都 hold 住個球權，去到最尾先至出手。呢個時間見到英國書院嘅換人啦，就換入61號嘅球員。好，呢邊嘗試打火，嚟翻呢邊交到2對3，俾咗2分波。話啱啱入咗2分嘅高連，而家咧就換入另一位隊友。同樣啦，英國書院呢邊亦都換入20號嘅球員。冇錯，入咗1分，又再追近啦。入完呢個皮球之後，到球權8度啦，交翻過嚟即刻跳射，試過2分。過嚟一個交翻俾隊友，哇！呢球犀利啦，我就高波，領先7分，9比2，自己殺入去，交翻出嚟，機會2分2中啊！係啊，仍然保持有球權。男子初級組嘅冠軍之戰啊，贏嘅一方攞咗金色獎牌啊！自己闖入獲到暫停1個罰球機會。英華書院請求暫停時間啊！嗱，今日我哋上晝進行咗一連串嘅4強賽事以及季軍嘅賽事啊！陣間咧亦都希望現場嘅朋友、現場嘅觀眾咧留步，因為我哋一完場咧就會進行今屆嘅頒獎典禮啊！咁啊，希望你哋喺現場為我哋嘅同學加持啊！嗱 ，back to the court， 10分鐘嘅比賽時間啊！而家勝聯最後4分48秒。1個罰球機會，可惜啦，in and out，呢邊自己闖翻入去 ，Harry 嘅嘗試，搶到籃板啦，機會嚟㗎啦，再試過2分啊！咁希望呢個2分波追趕翻5啲嘅波，自己一個人大膽闖入去。嚟再次放高快規，又嚟1個罰球嘅機會啊！瑞林書院嘅罰球機會。哇！呢球先嚟交炒翻出嚟，但係仲係攞住7分嘅優勢喺手上面啊！高邊交翻過嚟，闖入去，哎呀！一出手啊！個機會就轉過嚟變翻英華書院手上啦，可惜啊，side out。好啦，呢邊球權再次落入翻去白瑞林書院手上，一條自己搶，對方搶得籃板啊！書院嘅球權 check 過之後就可以開始啦，剩翻3分16秒，冇錯，分2分。有罰球啦，
Kobe 嘅主食。1 point， 拉開咗7分啊！時間仲有2分3分，即時起手，試過2分，隊友搶緊籃板，籃底1對1。防守犯規獲得1個罰球機會啊！時間就剩餘很少啦，剩翻嘅2分幾鐘，7分嘅差距。好搶到籃板，球係俾對方，聽到個波，阿 Sky 嘅試射，呢個係有冇自己射入去咧？冇錯啦。亦都好有精神啊！雖然大家防守真係好盡力嘅，但係都會每一步對手。呢個輸贏嘅球權，雖然都開咗出嚟啦，好緊密嘅防守，自己創造入去1對2，可惜。即時起手，方向就非常之準確，可惜啊，撞翻出翻嚟啊！好啦，現場觀眾，不如我哋俾啲掌聲兩隊球隊，等佢哋得更加好啊！掌聲鼓勵，加油啊兩隊！嘗試大波插入啊，可惜啊！1分25秒，仲係7分嘅差距啊！我呢邊又係1對1，自己起手，交翻出嚟，即時搞翻入去中間，搶人爆波，可惜啊，唔成功。頭先嘅球權，時間就唔係好多㗎啦，睇下點樣有咩策略追翻。呢啲咧就攞多1分，已經去到11分啦。哇，好緊密嘅防守。呢個需要好努力咁樣，冇錯，追咗第1分。追及咗，睇下最後嘅判決係呢一個能夠有一個判決啦。哦，係進攻犯規啊！咁所以咧係英華書院嘅球權啊！其實呢球係一個防守犯規。再嚟啦！球權喺歐賽之內入翻英華書院手上，需要 check 到，可以開始啦！自己闖入去1對2，哇！好難過啊！你見到呢份已經入咗2分。好，罰球嘅機會啊！冇錯，1分再入啊！12-4。直接就冇射啦，個時間剩翻好少，10秒嘅時間。
曲時間上唔上得到咧？仲上到，不過對方攞到籃板。最後嘅一個試射，掌聲送俾我哋男子初級組決賽嘅兩隊球隊，冠軍嘅得獎者係拔萃男書院。嗱，佢哋攞到我哋今屆嘅男子初級組嘅決賽嘅金牌啊！